第六牛，不要多，约一头牛啊！哎，能约头牛哎，落一只口油啦！哎呀，我他搞约了嘛？我他搞我给我约了都只口嘛？哎，落海一脚落水就得落了米牛哎，我他搞我给我约哎，落一只口背了。我都不给的，就约了嘛。我大少的约，你猜我多少次一点口稿，搞成不真实求约的，给我只口稿。你别笑。我只约了，只敢约啊，都在那时候哎，都是顶波手，刚波流就是刚波流啊，约到那头约没？对，刚波手，我只约了。约到那头约没？对，刚波手。我只约了。你别笑。你老牛，为啥子哎？我的不，你跑来上狗，迷来迷路，多换腿，我讲哎，今年伢做工呢。米粉，我伢搞的都是因为我要学子啊。我伢搞的都是因为我要学子啊。你别笑。哦，才不老了呢，怎么长老毛呢？你到录视频和米粉装狗来打开过。喂，地老牛，喂，米粉，姑娘好丢啊！姑娘真是哎，爱讲呢。姑娘背着好久啊！好老的了消失，好知道哎。我打这个么子，装狗来打开我门上，赶到你迷信了哈，这个么啊？米粉，这卡了个呀？喂，我漏自动吧？喂，挂打了嘛？还是要装卡，你得再挂。还是要装卡，你得再挂。你别笑。阿牛哥，你哥会跳舞啊？不会。那你哥会唱歌？不会。你哥会英语啊？这些我都不会。我教你喽。我爱你的话就是爱老母牛，就是非常好，很好，就是 very good。还有这个谢谢就是非常谢谢是 thank you very much。它的英文字母是 A B C D E F G H I J K M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。还是不会。那你以前上学的时候，你们老师都是教你什么？交学费。交学费。我你的瓶盖马上你就开，那，正菜，搞正菜，这趟多多，马上开个竞争奇迹。我的妈，我领他多。你飞啊，跟你多了，你瓶子的多子多，你搞拔的哟，三十三。你瓶子开着的，我自行介绍这个都是包啊！你瓶子都知道就走，介绍了老婆哎，你瓶子都看见多。介绍了老婆哎，你瓶子都看见多。你别笑。我这个那么重，这就是感觉是头发。我过生日哎，跟一年一样东西都设置到3个过。我知道什么礼物糟糕，但是我得告诉啊，你说啥对门老猫，都要给我卡闸，那个卡闸一刷喽。我虽然知道卡到闸，但是我得告诉啊。我忙天的时候，我发信息找稿，我个脚我没意见，那都是脚，鬼都没事哎。我虽然知道脚我没意见，但是我得告诉啊。后来也试试，还有个对子7个哎，我太无知了个呀。对，就是要个太无知了。这下可能到反正我没贼，没贼也没贼。
节搞烛光，但是我最高中啊。我虽然节搞烛光，但是我最高中啊。弟老娘，毛奶我拿不住鸟嘴诶，我问过伊诶，我毛这个脑啊，我怎么？搞我毛的这种脑。哎呀，那烂我们个烂脑嘛，我捏不毛奶的只老嘴诶。哎，就个拿不住鸟嘴诶，搞我毛说这种脑诶，过来一直懵嘞，懵了懵弟老娘，毛奶个多过伊嘛，过一多滚铲铲。个一点干铲铲嘞，个火锅毛个银脑毛诶，个就真菜了。这我懵了，我没给啊，我老贼呢。我嘛，妈那个哪个在子鸟贼呢？都一毛事。被哪个在子鸟贼诶？这火锅毛个一我子呢？你打我咋？哥得，活该当sensu哦。哥得，活该当sensu哦。喂，炊饭炊饭，那么个你在北路酒店总购消费一差在咋？一差在咋？北路酒店只要提供健身房、游泳池、网吧、KTV 这样子都没呢，所以你消费一般都要一差起步。没提供了，问题是我都知道问我了嘛？你真的被酒店有话都要提供嘞，搞知道问我要搞自己的事情啊，所以消费都要一差在咋？哦，要问嘞？我得我马上打这个啊。到了。我将他转开过一波来咋？大姐，这个一般巴士，扬州我不得一毛九波来咋？哎，没得酒店还一差的，我可以一波搞还你活的嘛？问题是他妈我都知道不搞呢，哎，我都提供了，搞知道不哎？现在个的事情是，你别笑。对牛呢？像电影这样高档嘞，牛呢？那真高那啦，都还顶难啊，这只手呢？哦，对牛啊是可呢，你牛啊是你牛啊大了，你多呢？我真难啊！咦，到呢？等几刚的豆蛋露手，到了。个手指插个脖了子个，还聊了好久到卡了子个，啊？那子哎，我没手哎，我咋说路子？哎，个么你说路子上菜别路个？不，个怎么个子手了呢？人家子了没路了，几身菜我拿嘞，没得路内嘛，没包子包。人家吃了没路了，几身菜我拿来，没得路内嘛，没包子包。喂，老婆，哎呀，找啥找？我都我们他的以后那个还干啥啥？我都对你我这个不敢收钱哎，之后啦，我搞头都要过日子对，我哪那么好捡？多啥事情那头脑，我之后了。搞我找啥上个的帮，我要这个弄不得，我多对我他以后呢，怎么落的好样子接个呀？啦啦啦啦。老婆，哎，搞死完了，搞起手谁啦？个仔，哎，个大概你这个子好捡了嘛？哎，个你好知道了嘛？个怎么离的那个好哎？我蛮八搞噶。那个哎，我个好知道噶。哎呦，等惨喽！差点懵。这才刚好哈。老婆，自个啊，怎么晒上啊？自个啊，怎么晒上啊？你别笑。你老娘跟我讲诶，带你去吃啥呢？哎，那我们刚刚哎，我
么嘞？我骆驼仔，我自叫来啥？都只鸟嘞。你这个手指抄个懵掉啊！你老牛，打头分手咯！你管个这个照顾了噶？到底怎么打嘞？我正他个鸟的，个老毛蛋子后过个第二三个印章哈！我的那个太做伤了啦！我只有没啥个鸟搞了，只能没我拿弄如个鸟呢，个毛的脑子走呢，我木了。喂，有噶？我叫个箱子走呢。还是你分对我容大。不过怎么咋了？主动离开过，如果还分手，减轻过的负担。这叫用布那两顶差呀！这叫用布那两顶差呀！为啥子被阿多很有太啥孙子诶？搞你要害过他呢？我头头都害过嘛，害过年搞诶。讲一个龙酒嘛，也是穿牛了了哟。没费哦，故事搞嘛，想想鬼都热球嘞。小人头呢？想想我哪头娘了哟？我信你个鬼！我正找个宽背，搿搭还得录个包珠包了，要还了。这个可以亲个一口，就可以。豆豆，我还搞强呢？那干了。这个可以亲个一口，可以，搞要亲个龙酒，还是亲个龙脯？那随便搞，这下找头哥，对我这下客气个。